大乱错。杨振宏老师的创新，准备乱滚哦，真的是效果绝佳，100%。这准备乱滚哦，头拄咱有咧讲，就是讲其实啦，咱的这人少年的军训内面啊，捞真侪落汉的精英伫内面哦。今仔日咱有春桃河的这个大师吼，黄燕老师吼，带领春桃河一旁的人来的表演吼。我相信黄老师呢看了这种准备乱滚也很有感触哦，就是说异中有同，同中有异哦。但是咱春桃河。今天咱是属于后滚的一种哦，来，过来是哦，咱的这个王旭乐老师哦，潘良健哦，潘良健，伊的这个罗汉河。